即使可以暢聚，最幸運的一對伴侶，沿途仍舊要牽手伴隨。原來為了溫馨之中帶着了恐懼，若那對手放鬆了，會怕失去。緊緊擁抱意外，我用什麼感到被愛？沿途陪着你，手鬆下來，遺留10寸空間，誰相信你在乎我？若那隙拉闊，隨時會分開。誰都知雙手好緊扣，不依不捨的背後，這個信念有多溫柔，從害怕會被擁有，直到氣力不夠，10隻手指終於找得到對手，能開不開心都緊扣，辛不辛苦都接受，是一個成就。可惜我只想與一個人，你只一勾。什麼感到被愛？沿途陪着你，手鬆下來，遺留10寸空間，誰相信你？